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来参加倒数的台语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读册会。今仔日是第1季第5集，我是小嘉，也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阿明。咱今仔日要读的文章有4篇，第一篇是安怎小学生爱先教罗马字才学汉字，作者是第2位。这篇伫咧特刊的第454页，线顶第109期第1页。第2篇是30档特刊回应，红海头的台语基础教育，作者是吴家明先生。这篇伫咧台文通信特刊的第455页，伊无线顶。第3篇是电子批台文的输入法，作者是梁光先生。这篇伫咧台文通信特刊的第455页，线顶101期第22页。第4篇是30档特刊回应，台文假新闻是咱共同的资产，作者是吴希美先生。这篇伫咧特刊的第456页，伊嘛无线顶。读这篇想准备好啊，就会使直接来读啊哦。后尾我先来读。好啊，感谢。是安怎小学生爱先教罗马字才学汉字？第一，囡仔拢会晓讲话了后才学写字。有的囡仔毋捌什么字，就已经会晓讲2-3种话。若是一个人会晓讲一种话，伊的头壳内就会有迄种话真完整的语音系统。罗马字会当真自然甲囡仔头壳内的语音系统接起来。有即个语音系统，咱才有法度讲甲听。下面这个例会当做证明。台语甲北京话拢有变调。5岁囡仔拢会晓甲900甲19的9发无共音调，毋领讲了对，嘛袂听毋对。囡仔拢袂甲900讲做无变调的900，伊嘛袂甲变调过的9，5岁做无变调的9。虽然变调过的甲无变调的9共音节，却是无人会甲9区听做9区。其实，要去是台语的人，讲出有变调的音，嘛家己拢毋知影。这个事实证明，讲台语的人，不管大细汉、好惊散，头壳内拢自然有台语的语法甲语音系统。第二，拼音文字会当真正确、真紧、真有系统的，甲头壳内的口语语音系统接起来。罗马字字母敢若有26个。用这个字母，伫3个月内，就一定会晓读，会晓写白话字。汉字爱学2000字，才有法度读文章。如果因为罗马字符号的标音真有规律，比标音无规律的英文较容易学甲用。以上。好，感谢阿明替咱读头前2趴。我无听到啥物问题呢？咱现场的朋友敢有听到啥物字想要提出来讨论的？敢有？我会使讲者，就是你迄第1趴，应该是讲第二趴啦，就是数字1的迄个第2趴，中遐吼，伊迄个汉字是写甲吼，其实这字若是要你看后壁迄句吼，伊讲教区吼，可能头前迄字爱读教。毋过讲实在的，就是我若看到即字的汉字，我的直觉就是讲要读教安尼，就一点补充一下，是无啥物问题。好，感谢阿明。安尼刷倒来，咱阁有7趴，我想讲会使2个人来，2个人、3个人来读。安样，无你来读。好。后壁的3、4、5，好无？好啊。好，请。3，因为罗马字符号阁有高度的标音功能，比汉字较容易精通。毋过，
一个语言的漂音有伊家己的一套系统，嘛爱专心学习。即卖的国语课程的前3个月是专心咧学注音符号，无教一字汉字。其他的汉字使用国家，亲像日本、韩国、中国的正规教育体制内，拢有一段无教汉字的语文学习课程。4. 拼音的学习，学习效果比汉字较好，所以会当培养学习语文的自信心，培养一世人爱读书的好习惯。若是学汉字爱真长的时间才有够额。伫细汉的时阵，母语经验互人切断，是一个真痛苦的经验。敢若真少数的精英，才会当克服读册真艰苦的阻碍。比日本甲美国、台湾的大人家己无爱看册，却要逼囡仔爱读册。5. 因为台语罗马字的符号比37个注音符号，也是日文80个假名数目较少，困难度减真济。台语罗马字捌是日本政策推行者的目睭顶，捌互日本政府压制过。伊嘛是过去国语推行者推销孔台证，没收罗马字圣经，禁止台语甲原住民语罗马字的借口。现在的语言政策是要互各族群的语言会当和谐共存，国语独尊的旧势力，若无要互台语罗马字一个公平佮合理的学习机会，恐惊会引起无必要的猜疑。感谢阿杨，我有几个字，想要提出甲大家讨论，就是第3趴的头一逝啦。因为罗马字符号阁有，我可能会读关渡，我袂读高度。虽然讲伊的汉字是写迄个高，毋过是毋是关渡会较顺？关渡会较顺有。OK，就像后一趴迄个，若是较顺，我嘛是会读煞，毋过伊就是写曲。OK，对，曲煞，好。因为这篇文章伊后壁有写讲，伊本来是用华文写的啦，是有甲伊翻译过来，可能伫用字方面照华语的方式安尼甲伊写出来。安尼咱就是照较口语的方式安尼甲读出来，我感觉嘛是会使啦。好，阁有第5趴，迄日本的80个假名，我感觉这是毋是要讲迄个卡纳？因为迄台语我毋知影要哪讲诶。我嘛毋知，我毋知影，我就是照伊诶字读。好，我感觉伊应该是要讲卡纳才对。共款即趴诶第4纸头前迄3字孔台证还是空台证啊？阿明你敢知？这所在我会读恐诶，恐怖诶恐啊。好，安尼互阿杨参考一下。好，我就听到即几字敢有人要补充诶？我想要问，就是迄个孔台证后壁迄个是不修，敢是还是安怎读？对，爱读不修。不修哦。对。好，感谢阿明。其实这个字捌听真侪人讲过拢讲木修啦。对。阮较早嘛是拢安尼讲呢。毋过这要讲伊毋对还是对，这嘛真歹讲。毋过查迄个查出来是木修就对啊。对。OK。我咧摇啦这个物可能就是迄物件迄个物啦有迄个小像的迄款意思啦。所以就是物件去用收去，这伊就该用这个物啦，物这个字安尼啦。我咧摇啦好，以上。
感谢后面的补充，嘛感谢安阳替咱读后壁第4趴3趴，歹势。敢搁有其他的问题？我搁补充一个好啊。第4趴有一个变调我拄则有听着伫第2段头前迄个自信心，迄个信，应该是爱变调吼，互你参考一下自信心。好，感谢。好，安尼剩后壁1、2、3、4、5，5趴短短啊。Wake up，我来甲你点名。好，我来好，稍等一下吼，你要读进前，我先甲你讲第9趴头一段有写毋对字，基本习惯会当为国小迄个为伊是写第2条，毋过伊应该是第3条才对。好，安尼我了解啊。OK， 好，来请。好，第6，偏字典词典的时，台语内底的汉字用法无一致，爱靠拼音来标定共音共词，汉字无共的情形，也爱用罗马字来排顺序。第7，查词典要得到正确的文字资讯，爱先会晓用拼音、百科全书、词典、电脑输入、网络查询，拢是现代文明的好器具。第8，汉字语序的发音爱用罗马字音标做根据，这是学生、老师、家长互相之间语文资讯要标准化，要互相约束，要互相参考真重要的学习过程，也是踏入社会资讯现代化、标准规范化、民主法治化的第一步。第9，国际化的语文习惯会当为国小一年级用台语罗马字的使用来培养基础。台语甲英语有真侪语音甲语化结构真相像，对英语的学习嘛真有利。第10，台湾的语文教育爱为族群互相之间的文化交流、了解甲和谐来服务，尊重台语语文的教育需要甲文化的文字经验是真重要的一步。以上。感谢维克替咱读后壁这几趴。我有几个字无啥确定譬如讲第8趴第3段真重要的学习过程还是过程，这个我无确定后壁迄句也是踏入社会踏应该是我拄则听你敢若有变较悬一点毋过我家己读我会读踏入社会资讯现代化安尼第9趴国小1年级我感觉台语无人咧安尼讲一年级应该是无人安尼讲啦，一般拢会讲国小1年歹势1年还是讲国小1年拢会使毋过因为安尼写互你参考一下共款即趴上尾迄2字是真有利还是真有利？我感觉可能爱读有利，是毋是较顺？我毋知，互大家参考一下。嘛是有人知影会使甲我讲。第10趴第2段和谐，了解甲和谐来服务。以上是我听到的字。阿明请讲。好，我来补充一下拄仔头一个讲的迄个过程甲过程迄就是爱读过程，过来迄个有利我嘛是读有利啦概性就是安尼有利对，有利好对好。我拄则讲迄共一趴第9趴国小1年安尼敢对？对啊，1年我嘛是拢讲安尼讲
嘿啊，嘿，啊，对啊，一年啊因为就一年啊，嘿，二年啊就二年啊，三年啊就三年啊，安有，尼。嘿嘿嘿，嘿啊，哇哦，大家拢足巧诶，学一句就晓讲10句安尼。对啊，因为台语敢若无咧讲印尼籍安尼，安尼怪怪，都无台语开啊。咱头一篇读煞，咱刷落来，读，嘿，嘿，好，请讲。我毋知影拄则敢是我听毋对，毋过第7趴就是第二逝后壁遐，因为我毋知影伊若像变调变伤济，我倒因为一字？应该是现代文明，伊佫变调一改变做现代文明，OK OK，拄则若现代唱啥？好，感谢安阳吼，嘛互话剧参考一下。安尼敢头一篇敢佫有其他诶问题？咱若是有相关诶讨论吼，咱放伫咧上后壁，就是咱这4篇拢读煞了后，才来做伙讨论。因为我感觉这话题拢是有相关诶啦，嘛有趣味诶代志嘛，会使请大家来分享安尼。好，安尼咱刷落来读第2篇。30当直空回应红海头诶台语基础教育。敢若剩我吼，未读，我来读即趴好啊。我看，我读头前2趴。2018年12月，伫法院总算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文化部正做火车母，互遮诶政府机器芳好振动起来。今年教育部嘛开始规划，要甲本土语言教学排伫12年国民教育诶课纲里。台语课宛然是救咱母语诶一帖仙药。毋过2006年，事实母语教育到呾，敢有看到效果？若实际来了解目睭前诶课纲设计甲课本诶内容编排，就知影内底有真大诶问题伫咧。即马学生囡仔课本衫内根本就看无、读无，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台语诶课纲设计为国校3年才开始教罗马字，国校6年读煞，才甲罗马字规个学了。这是啥物意思咧？亲像你学华语，无要先学注音符号，亲像你去学英语，毋免先学 ABC， 学台语先学罗马字，就代表为台语上基础诶字母、拼音、声调开始学起。好，以上。我先甲我家己掠包，我知影我拄则下字迄语言诶语啊，敢若拢无录音诶，有诶有，有诶无安尼。好，敢佫有其他诶问题？有人要甲我掠包无？嘛无算掠包啦，就甲你小讲一个安尼啊，好，请讲。就是第一排所在吼，最后一句话啊，就迄个知影有无？爱迄个影吼，爱甲变低调安尼，好，就就知影甲内底有真大诶问题伫咧。对好，对对。感谢。拄则，好，袂我一个所在吼，要甲大家讨论啦吼，就是拄则小可咧读即个第2趴诶所在头一句话，头一句啦吼。即摆学生囡仔课本，即个吼后壁即个衫吼后壁有即个来吼，其实拄仔读叫小可是读衫来吼，我诶读法会变衫来，所以伫即个所在我感觉无问题哦，不管你要读衫来还是要读衫来，吼后壁迄个来吼要甲变第3条，还是对前变调吼，对头前迄个音吼来变调变第调，我感觉拢是 OK， 无啥问题。安尼，好，以上互大好，家感谢。参考。好，感谢。安尼敢佫有其他诶问题？无咯，好，安尼咱就继续。后壁迄3趴互你好啊。
好，好啊，好哦。好，感谢，请。是安怎伫学校学华语、英语，都爱先学字母、声调，读台语变成学读看有。咱的囡仔实在可怜，为小学甲1年开始，因为课本的汉字学记音，便扫来就照华语音来学白药，凊彩读，边仔写罗马字有字母、声调嘛袂晓看，袂晓念。连一个语言上基本的声音，都无要先甲学起来，要安怎来教因讲话、搁捌字、读册？就算为3年开始教，嘛是听甲喙糊糊，无一个完整有系统性的罗马字教学。咱本土语言的语言环境已经强要消失去啊！伫学校所有的教学语言是华语，伫社会家庭有机会接触的，嘛差不多拢是华语。连遐强势的华语，伫国校入学，都爱先教手册，先教注音符号。咱台语平常时无得讲，其他老师伫学校上课嘛无得讲。干那一礼拜顾一节台语课，阁无先甲罗马字教好了，互因透过字母、声调，培养语言的基本能力，有才调读课本。安尼，咱的台语教育敢有效果？敢无需要检讨？顶悬写的捌发表伫《民报》台语世界专栏2019 7月26，2档国过啊。第两位教授伫2003年。伊迄阵阁做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刊出来的文章嘛已经要20档啊。咱看会出来，政府干那在应付尔，伫中华民国体制内要救台语，莫阁迷茫啊。以上。感谢阿明。我敢若一字要补充，就是你拄则读的第2趴，第3章，伫国校入学就爱先教手册，迄个入学我嘛会使读1、2啦，互大家参考一下，看你的关系入学、入学拢会使，就是安尼。以上补充，感觉有其他的人有啥物问题？若无，咱就继续第3篇。第3篇是一个电子批啦，伊的内容较短，我想讲一个人来读就好啊。是毋是换样啊？好。好，请。台文的事例法，梁光兄，各位兄姐平安。我3月初7到3月15有想要去日本甲台湾，若有啥物需要我斗骹手的所在，请互我知。两位有甲我讲，看会当斗进行2项事。Microsoft 增加台文处理法，目前 HotSys 是放伫 Word 的 AutoCorrect 的方法来做的，对大部分电脑无熟的人，安装无方便，嘛不时会有乱码，这我无确定的现象。上根本的解决问题，就是点 Global IME 加一个台文输入。这项代志，请大家来斗关心。一档前，我有拜托人联络，毋过无成功。最近咱要成功的机会可能会较大。阮教会林成尧长老是做 printer 软体专家。伊下骹管的工程师上济是有70外人，是一个真好的 project manager。伊会晓白话字，嘛肯要伫技术上斗帮忙。即马上大的问题是 Microsoft 爱肯答应要甲台文处理法放入去 Global IME。技术毋是问题，请大家利用各种管道来要求政府。向 Microsoft 要求甲台文输入法放入去因的软体。我相信，若是 Microsoft 有肯用白话字做的台文输入法，咱白话字一定会大进展。电视兼台文字幕
请大家斗想看有啥管道会当互台湾的电视会当减hạn落的字幕。目前台语新闻报甲不达不切，主要的原因就是用华语稿临时翻译做台语，若是有台文稿通念，一定会加真顺口。阳光2月202003，即张电子批是对台语网定落来的编辑式翻译做汉咯。感谢杨为咱谈这第三篇文章。你有讲到一个字，你无啥确定吼，是第三大就是乱码哦，乱码，敢有人知影？这字吼爱读码，安尼。哦。吼，这字你若用迄个吼汉字来甲查找台语书典吼，伊就是码的音嘛。吼，伫咧台语图书典内面呢，伊迄个码的解说吼，就是数字的意思。哦，譬如讲号码啊，还是啥对无？嘿，对。敢有人讲号码？有号码嘛是有人讲，有，这拢捌听因讲。对啊，所以这边若是讲乱码嘛是会通吼，敢会通？所以我要补充，就是讲伫咧教育部内面吼，伊是有收这个字吼，有收两个音吼，一个是码，一个是码，吼是伊个写做分贝音安尼。哦 ，OK， 好。所以我感觉吼，这个字若读做码还是码吼，我感觉是因为叫交叉的关系啦。你讲号码号码吼，这两种拢捌听人讲过，安尼。好。可比讲吼，咱讲香港甲香港吼，这拢捌有人讲过。好，感谢你的补充吼，感谢明。有一个变调，就是伫咧455页上尾蛇吼，拄则安样是头我相信，毋过即边我可能会变啊，吼，我读一解互你参考看觅。我相信若是 Microsoft 有肯用 POJ 做的台文输入法，安样参考。因为即句话是有较长。我拄则读的即句话会算起哩第4抓答应啊，吼，其实你无读毋对啦，我是感觉有一点仔 surprise， 因为你拄则读的是答应对无 ？TAP 迄个音啊，迄个音啊，嘿因为我一般我咧讲即字的时阵，我会讲答应，我袂去讲答应，所以我感觉真特别。毋过这两个字拢是会通的，拢无问题，我书典拢查有的。以上就是我要甲大家补充的，敢佫有其他人有问题？若无，我看话剧已经无夹麦啊呢，是毋是手机还佫烧起来啊？还是要准备要困啊？因为后一拍换你呢，后一篇啦，毋是后一拍，后一篇可能无方便啊吼，无要紧。咱即马有清麦啊，等我一下，好。本来迄手机烧去即摆已经甲伊救转来啊，晓？好，安尼敢有方便，请你读上尾篇头一拍，迄个全白话字的迄篇。好，无问题。OK， 请。好，30档特刊回应。台文嘅生命是咱共同的资产。咱为地良伟教授甲地良光先生两个兄弟做伙创办的台湾通信刊物历史来看，咱通知 TW301会使伫 DOS 环境使用台文的资讯系统输入法。地良伟教授的研究计划开发的，对台文的吹杀是不只要紧，接线嘛有 HOTSYS 信望爱输入法等等，拢大利益台文普及化。呾伫网络顶定看会到愈来愈侪少年朋友开始写台文，因真侪拢家己甲台语的字母声调看咧，就随安装拍台语来练习写字。袂晓的时，就随查找台语
安怎讲安怎写，大部分无需要我靠别人，就会当足紧开始学台语、写台文。我为2016年年底开始牺牲足济家己的时间甲资源，长期投入来做遮个工课，会使有即款应效，是对我上大的鼓舞。以上。感谢维克替咱读即拍，我其实袂记你甲你补充啊，你咧开始读正经吼，即篇的第5纸伊有拍毋对字啦，研究毋是研究，嘿，我相信可能是迄个新闻爱的数字发到即满拢是毋对的，所以就无去改着即字，嘿，是第3条才对，毋是第2条，研究。第3爱变第2啦，毋是第2变第1安尼，因为伊写毋对啊吼。好，就是安尼。好，感谢维克替咱读头一拍，敢佫有其他诶问题？后壁剩2拍，毋过第2拍、第3拍上底啦吼。第2拍，我看互阿杨好无？好，你讲第2拍。对，第2拍就是到456页诶倒手边遐读到煞呢。好。嘿，你要开始读之前，我先甲你讲，即篇诶即拍诶即2、3、4、5、6、7，第7纸有一个相连号是拍毋对诶吼，就是2020年4月，嘿，迄个月4月是迄个一个 dash 尔，无2个。好，安尼，请你替咱读第2拍，感谢。有即款正面的进展，毋是我家己个人的，是咱台湾人共同的资产。我就开始整理历史资料，开发所有的软体服务，拢是用公共授权贡献互社会。安尼就毋但无才调趁钱，家己生活嘛无稳定，无法度长期做台语事工。所摆伫去年2020年4月初7开始，我就正式发起即个计划。台文价是物？望台湾人共同来投资咱的资产甲未来。互咱台语有机会搁活、搁兴，恢复咱的族群，传承咱的文化，讲台湾话，起台湾国。感谢杨，替咱读第2拍。你拄则中有一句吼，敢若读得侪遍，读了无啥顺对无？嘿，拢是公共授权贡献互社会。我感觉这有变无变拢会使呢，迄个贡献啊，贡献互社会，贡献互社会，嘿，这是我的想法啦，毋知其他人是安怎想的。阿明讲有啥物意见？这所在我感觉讲，这个线是会变掉，是安怎讲？因为后壁伊有讲，伊后壁有接一个号，接一个号就是讲，要贡献互某物人比如讲要做一件代志要贡献互谁要讲嘿，所以这个所在啦，我家己的习惯就是会有变掉安尼。嘿，对，互大家参考。嘿，因为这个事咱讲实在，要变掉这个物件读音这个物件当时要变，当时无爱变这有时阵真正是个人的这个语感，互我甲家己的腔口，迄习惯无共。嘿，毋过但针对一寡较特别的字比如讲我讲一个字啦比如讲拄则阿杨有捌读到的一个所在就是第1篇、第3拍阿杨读1篇就是第2纸伊遐有一个毋久毋久一个语言的表演有家己的一套系统，迄个毋久啊照讲后壁迄个毋久迄是爱读久是爱读分条对无？毋过咱的习惯，咱的讲话
咱咧读做第一条的讲毋久，所以这就是讲要安怎讲，习惯的应用无共安尼。譬如讲，吼，像我即摆讲的即句话吼，譬如讲，其实我后壁即个讲，伊本条是讲话讲嘛，对无？毋过大家有发现着无？发觉着无？咱讲话的时阵啊，咱迄个讲话讲吼，拢会甲变第一条。虽然讲伊是长站的所在，毋过迄个字咱嘛是甲读不啦，嘛是爱读，嘛是会甲读变掉。嘿，对，这就是一个习惯。安尼，以上。好，感谢阿明的分享吼。所以结论就是，迄个贡献这边吼是建议爱变掉啦，吼，就是那规句读起就是拢是用公共，即摆我读无好啊，来定来，拢是用公共收款。我爱读啦，阿明你来读好啊，气死我读无好。所以这句话吼，这句话，气死！嘿，这句话吼，要长句的所在，都是迄个收款的迄个所在。所以收款是毋免变调的，对无？对，所以伊长，对，所以伊长句就长伫迄只。好，摕一支笔甲切长，改句的切长。我读一遍。我读一遍啊，安尼吼，拢是用公共授权贡献互社会。安尼就对啊，好，感谢你咱读一句，我嘛读无好。好，上尾拍报道留互阿明来收尾好啊。咱有遮好用的台文假使，毋望大家做伙来使用甲宣传，嘛斗阵赞助支持。募资计划详细，请来即个网址，就一撮网址啦是直接 Google 台文假使面，台语的路，咱做阵行。以上，咱今仔日这是篇文章，就安尼个读好煞。伫咱最后一篇文章是即个吴夏美先生所写的伊最后的所在有甲咱即摆台语的资源网链拢藏在遮。第一个就是大家做熟悉的做台语的即个台语词典，第二就是即个拍台语的输入法手机的版本。若是要用电脑大家当去找找即个信幕爱网络来找找信幕爱安尼。第三个就是即个夏美即摆咧做即个台文假使面的即个计划，安尼大家嘛会当迄个 Google 一下这四篇其实我有想到一个主题要和大家讨论，毋知影大家有即款经验无？安尼就是讲像头一篇是安怎小学生爱先教罗马字才学汉字这篇是即个第2位教授所写的即个文章。这边先问大家敢有伫你读册过程当中，上过即个台语课，敢有？无嘛，无要紧，有嘛好，会当请者，你无？这讲出来就知影年岁啊，真正就无啊。我细汉时阵无学校无啥物母语课啊，无台语课，拢完全无啊。即摆的学生就是小学的我毋知是为虾米时阵开始啦，就是有一开始是虾米乡土课程我毋知要安怎讲嘿。这可能就真正爱请有以前细汉的时阵，真正细汉的时阵有捌上过即个课的人，会使出来分享一下，迄当阵到底是学啥？安尼我来讲一个啦讲起来就主要像小可讲的迄时阵其实要认真讲起来，迄嘛毋是叫做台语课啦。伊迄个名都毋是甲号做台语课因为咱一般咱若咧学数学，伊就写数学有学英语学英文，伊就写英文学历史，伊就写历史问题就毋是嘛，伊就是写啥物乡土语言啦。我嘛感觉足奇怪，啥会要甲讲乡土语言啦毋过这不管你当时伫咧学的时阵敢有
是用迄个台语的汉字哦，应该无罗马字吼。我印象内面吼，伊的迄个罗马字吼，足细字的，伊伫飘伫个迄个汉字顶悬。所以是当做注音的方式对啊。对，我会哦，记这嘛得是安尼。是教育部嘿，一直伫咧催送的嘛，就是讲迄个罗马字伫咧飘伫台语的时阵，只是一个注音，毋是一个字嘛，对吧？伊家己当做一个拼音的系统。啊，毋过咱教育部白话字是字呢，所以教育部对，迄头甲单调。教育部迄套是闽南语的拼音，吼，伊迄个方案啊，教育部是安尼甲号名的嘛，吼。迄阵啊吼，就有请迄个老师吼，乡土语言的老师吼，因为讲实在，我嘛毋爱叫伊台语课，因为伊就真正毋是写台语，伊写乡土语言，哦，所以我就用乡土语言哦来甲称呼。伊迄阵是有课本，课本的迄个封面吼，伊是写印象当中伊嘛是写乡土语言的款，无啥会记哩啦吼。过来伊课本显开吼，一寡囡仔歌。哦，比如讲，咱大口袋插韭菜，小小一碗来，差不多冷冷我啊，无爱。嘿，还有一条迄个什物，点啊加念着卡，有无？叫阿爸买猪卡，嘿，伊课本内面吼，差不多拢是一寡咱台语的囡仔歌安尼吼。想要问一下，因为我毋捌上过迄款什物乡土语言的课啦吼，所以我在想讲，是毋是你的台语比你的老师佫较好啊？老师可能嘛是专业的人，嘿，所以并袂当安尼讲吼。搁再讲，伊迄个老师吼，伊的年岁嘛，对，大家拢嘛知影大咱介济啊，30、40岁、40、50啊，吼。所以真有可能，迄当时的乡土语言课程的老师，伊讲台语是真厚，毋过可能伊的字嘛是看无。就是伫上课之前，伊家己嘛是爱去查迄个字。你莫讲罗马字啊，就总讲是汉字，可能家己嘛讲看无对无？你种是？所以我相信伊看无啊，因为你讲一寡汉字吼，真正伊迄汉字足奇怪嘛。吼，比如讲咱迄个，咱讲一个字好啊吼，咱讲娶某的娶，伫个教育部的汉字是安怎写？一个毛，吼，下骹是一个火。有无？用火来烧迄个毛，就是咧娶某。对，所以你甲看教育部迄个汉字介奇怪嘛？对，我相信任何人要来读这个字嘛，我啦读袂出来啦。所以讲，伊是安怎？伫汉字顶悬，伊搁要甲飘迄个闽南语的拼音，对吧？问题是，若是讲迄个老师迄当阵，因为我感觉我是无清楚以前是啥物状况啊，就是讲因迄当阵伫咧杀即个乡土语言的时阵，可能嘛是照香港的，就是讲无先准备好，所以你若讲老师要训练讲，你爱先甲教育部迄套的迄拼音先爱学会晓，才有法度去共教，可能因嘛是哪学哪教啦，吼。敢有？因为你迄当阵嘛细汉嘛，就敢袂记你啥物时阵3、4年仔的款啦。3、4年啊，毋过迄当阵你可能无遐尼，无讲足真诶啦，去甲老师挑战讲，老师迄个罗马字迄是要哪读？你敢袂使读一解互我听安尼？你应该是袂安尼去甲老师挑战啦吼。其实你当阵啊，老师无教阮啥物罗马字哦。伊顶头虽然有迄个罗马字吼，毋过老师是无教诶。老师是安怎教？你课本逐个显开嘛。老师读一句啊，当个对咧读一句啊，安尼。伊咧教课就是安尼用读诶尔，都无伫黑板顶悬甲你教讲咱即个字吼安怎读，迄个罗马字安怎写，汉字就爱用啥物字，无。伊就是老师课本，老师课本念过就准拄煞。所以伊教即个课诶目的是啥？嘛毋是要学汉字，嘛是要学罗马字，就是教恁唱一寡囡仔歌，就安尼整拄煞。就是迄阵啊，可能有迄个政府有咧催杀讲，咱即个学生仔诶即个课程内面，有一节即个乡土语言诶课嘛，就硬插一节入来安尼嘛，就是算讲迄当阵啊，刚开始嘛，就应付一个安尼尔。无讲有教你啥物款诶罗马字啦，还是讲台语汉字安怎写，无啦。
所所以这个以当阵啊，课程嘛是一种一个应付一个尔，敢毋是？对啊，所以我当阵啊对这个乡土语言的课，其实对我的印象真正无讲足深的。敢有考试？考试嘛无啊，免哪有考试哦，啊？就无考试。是有时老师叫一个同学起来，读一下课本的，安尼尔。其实恁伫咧上即个课的时阵，是敢有讲一定爱讲台语，还是你用华语伫咧学台语？莫讲学啦，因为根本都无学着啥，只是咧念迄课本内底物件尔，敢是？我会记得迄当阵老师有甲阮讲吼，伊讲即节课是要来讲台语的，所以大家伫咧课堂之上拢用台语来讲话，咧上课时阵拢用台语来讲话安尼。迄阵嘛有叫同学来用台语来自我介绍，所以讲迄节课是真正是用台语来讲。毋过对你即款台语真够讲的人来讲是真轻松嘛，对无？只是讲因为真正是无学着啥物新的物件，就是你拢会晓读会晓讲，嘛无需要去学写字，所以对你来讲较无压力啊。你的同学内底敢有人袂晓讲台语的？袂晓讲台语的，照我知影的是有，但毋过无讲足济，大部分是拢会晓讲。大部分是拢会晓讲，是有咧讲甲无咧讲的差别尔。系佫较我感觉佫较严重的是讲，有诶同学就会讲，你不要说台语啦，说台语很怂诶。有诶同学安尼讲啊。嘿，所以伫你即个年代，佫有即款情形就对啊。因为你已经算是少年辈安尼，因为你佫有上过迄个台语课，我是无诶哦。其实阮当阵咧上课，除了讲读课本以外其实佫较济是听老师咧讲故事。当阵有一个故事这是算阮遮在地的故事啦。用煞袂记你迄个故事是啥，我真正来敲出一个。有一个，我会记伊一个树啦，即讲一个厝啦。敢会是恁迄边诶迄local诶故事？就是在地的故事啊！我想起来迄个故事叫做加建厝，加建啊，有无？加建厝的故事。较早迄款三合院的迄款话有无？伊有啥物叫做加建厝？这是有一段故事啦。这台语的故事。临港我来去查一下这个资料。临港我有机会再讲互大家听好无？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会使开一个特别节目，互你来讲。对，我感觉这个故事介趣味哦。当初阮大家嘛最爱听的，全班的同学嘛最爱听老师讲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是算阮这个所在有一个真有名的故事啦。毋过不管听讲是真的，真正嘛有迄间厝哦，迄间厝即摆也有伫咧哦。当然，这个故事会经过一寡传来传去的改编啊啥这不管，但是这个故事其实伫阮迄当阵做囡仔的时阵咧听感觉足趣味的。临港我来去查一下资料，临港有机会再来甲大家分享。安尼。好啊，好啊。我的迄个乡土语言的这个课稍微先介绍到遮。应该现场应该嘛是有人上过吧？有上过这个课啊？像微课有无？微课你敢有？有，我国校的时阵嘛叫做乡土语言。对无？咱共款的嘛。你迄当阵你敢会当甲咱小解者？迄当阵你敢看你还佫会记你偌济无？迄当阵你读这上迄个课的过程安尼啊？我感觉是体制的问题，因为我感觉即摆想起来阮台语的老师真正足认真的，因为伊有教咱罗马字，我到呾个会记哩，伊有教无音是伊有诶伊安尼教，佫有使好巴比搞唱咯，所以我拄开始咧学即个白话字诶时，对遮诶基础其实就足有印象诶。我感觉真正爱足感谢即个国校诶台语老师，嘿。毋过就是真正是一礼拜才一节课尔，而且逐摆要去上即个课诶时，佫爱行足远诶，所以讲，其实我感觉成效就是效果，毋是讲介好。老师真正足认真诶啦，逐摆嘛拢有考试，
毋过我真正无法度学起来，所以讲我，而且老师拢是考迄个罗马字哦，毋过我逐摆拢是考0分，两个。我嘛会记你讲，有一寡同学就是台语较好诶同学有招我做伙参加迄个台语诶比赛。因诶比赛是讲，就是咱中昼时要休课诶时，就会去练习。比赛诶内容就是讲，课本有一寡迄个歌，拄则阿明有讲到诶迄个囡仔歌嘛。咱就是想一寡动作，配合迄个歌录影录起来，配合迄个学校去比赛。毋过迄个时阵就是足可惜诶，就是迄个录影诶档案毋知拍紧还是创啥，就后来就无消息啦。所以我感觉这就无彩诶。系啊，我基本上对阮学校诶即个乡土语言诶课程，就是有遮诶印象。我感觉阮学校虽讲是叫做迄个草头国校啦，毋过，我感觉规个氛围就是对咱台湾诶语言是有较优先诶，而且阮校长嘛是有讲到伊是客人，伊讲诶客家话是迄个，我毋知影要安怎讲诶，就是咱台中遮敢是讲大埔，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迄个腔，我到今也会记你校长安尼讲，所以我感觉阮学校对乡土语言的教育其实是真重视，毋过就是体制的问题啦，系啊，一礼拜就一节尔，到今嘛是安尼，嘿，我感觉就可惜。好，以上。我要补充一下，拄则维克讲的吼，赛后爸比这啊，这我会记嘛。毋过吼，伊当阵阮即个老师吼，无甲阮讲甲足深足的，就是教课本安尼教嘛，就是赛后把报唱录。我毋知这是毋是因为有即个庄脚甲多市的差别啦吼。阮这较庄脚吼，老师佫较济岁，我毋知维克恁迄个老师是几岁？阮教台语的老师吼，差不多迄阵敢若50外有啊哦。我真正无印象讲教阮迄个罗马字。伊就是教课本吼，课本有诶资料吼，就安尼讲教安尼啦。迄阵阵阮应该讲大家拢会对汉字较认捌啦，对罗马字其实就较无遐熟悉。确实啦，确实嘛是安尼啊，系啊。嘛有可能是真正我袂记哩，所以我对罗马字迄阵老师是毋是有教真正无印象。嘿，讲真诶，所以我一直会甲记做迄个老师，就是看课本安尼，会记哩，就是汉字顶悬有即个罗马字安尼尔。所以其实迄个乡土语言伫你诶头壳内底，其实印象无足深诶，颠倒是你平常时甲厝里时大地讲台语，你较有感觉啦，是毋是使安尼讲？因为迄阵诶生活背景就是安尼嘛吼，伫学校可能就是会讲华语较济，若甲知影讲即个同学伊嘛会晓讲台语诶，阮就拢用台语咧交谈嘛咧讲话，等于甲厝内就是拢讲台语诶啊，真正拢是讲台语诶，所以咧台语甲华语之间咧转换吼，迄是足自然诶代志。好。其实我即马是有一个问题啦，就是毋知影讲咱即马在座诶朋友吼，即马诶学校就是算国校也好啊，因即马台语课诶情形诶状况是安怎？敢有人知影？我是真好闲啊。这可能都爱问迄有即马有囡仔吼，当咧读迄个国校诶吼，甲问。哦，安尼足可惜诶，我可能我可能爱10年后哦。我10年后毋知是啥物光景咧。希望是愈来愈好啦。对，因为咱无法度比较啊，就是讲恁迄个年代一直到即马现处时，毋知是啥物款的状况。我即个年代就搁较免讲啊，阮根本都无啊，因为一直拢无讲话嘛是无嘛，对无？哎呦，我顶摆甲你拖落水。我是要甲你问讲吼，你是读啥物款的学校啊？要甲你请教啦。毋知，因为我知影讲你是捌伫个国外捌读册过，对无？嘿，
啊，啊，毋知影你伫台湾读册的状况是安怎？我伫台湾是读美国学校，毋是读台湾的学校，毋过就算是迄当阵读台湾的学校，嘛无乡土语言课，嘿，佮讲咧，逐个拢会知影你的年岁啊。无无啦，讲生肖，讲生肖。我敢会当请教者，美国学校是几岁开始啊？几岁应该算6岁，就算是幼稚园的大班。哦，所以迄阵啊，就开始有一直读到你总共几年啊？美国学校啊？是甲台湾的共款，就是若拢加做伙，无算幼稚园的，就是有12年安尼。哦，啊，所以迄阵啊，恁咧读美国学校是毋是拢以英语为主啊？敢是安尼？嘿，是。安尼讲起来，恁咧读迄个美国学校，哦，敢有咧教华文还是啥？嘛是有，就是爱看你，因为其中一个科目就是爱选一个外语啊。你若是选华文做你的外语，你就会学华文安尼。哦，伊就是主体是英语，啊，选一个外语，就是会当互你在你境的安尼，是不是安尼讲？嘿，有几个选项，就像有日语，啊有西班牙语，啊搁有法语安尼，啊搁有华语。OK，了解。嘿，对。啊，有啥物款的科目无？有啥物款的科目？应该甲台湾的差不多吧。有数学啊，有历史，有。毋过我毋知影，敢迄个科目敢是学共款的，毋过就是科目的名是共款的，就有科学啊，啊有英语，就是写作。啊，咱我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讲，伊若咧教历史啊，伊敢会像台湾安尼台面的内容啊，拢对啥物盘古开天辟地安尼有无？你甲安尼唐宋元明清安尼有无？敢无安尼？即种中国的历史？我想迄美国学校学的应该是美国的历史啊。我咧是啦，哦，我毋知。爱请阿勇来解说一下。嘿，就是有爱学无共的历史，就是有美国的，啊嘛是爱学世界较重要的历史安尼。安尼这是正确的历史课。学啥物中国历史安尼真正无路用。应该安尼讲就是讲，迄款吼对迄个盘古开天辟地迄都免讲啊，迄个见就毋是也毋是啥物历史啊。迄根本就无重要，好无？这对人类的近代的发展一点仔拢无重要，好无？迄5000年前你是一块土尔，你是咧对啊，想无是安怎要学迄？我意思是讲吼，你像咱甲台湾有历史有关系的啦吼，比如讲迄阵啊较早的大清嘛，大清帝国、清帝国，毋过迄款的历史应该嘛是爱甲伊放入去东亚的历史的一部分嘛，伊毋是讲以中国史做主体，甲咱台湾算入去迄个中国史内底。对，我感觉迄拢是属世界的近代史啦，应该是放伫遐才对，因为这是拢有干连的关系嘛。近代史你若是为即马算转去差不多150年，嘿啊，若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甲第二次的迄拢有关联的，这对咱较实用啦，会使来讲。毋过迄什物几千年前迄落刷去啊，甲咱有啥物地带，而且嘛毋是咱台湾人的代志啊，对无？对啊，无错。咱来讲到历史去啊，毋是咧讲迄个罗马字，讲到伤嗨啊。对，毋过吼，我毋知影讲即马吼咧教台语是毋是有较认真咧教即个罗马字啦？吼，假使果若是有，我嘛感觉讲这毋是一种歹代志。是安怎讲？就是讲，虽然讲迄套罗马字是教育部的，毋过吼，若学会晓罗马字的人吼，你要来甲转换，其实嘛是做简单的代志。因为就是几个字母无共名嘛，毋过我嘛是希望讲，除了教育部的罗马字以外，嘛会当甲白话字甲放入去，这是大家的愿望啦。就是两种系统嘛，安尼较完整，有大家有一款选择安尼。我是想要讲，迄教育部迄套都无应该存在啊。
毋过咱即马白话字要甲教育部迄套要安尼怎讲竞争哦，是还有一段足长诶路要行啦。毕竟人是体制内诶啊，较有迄个力量啊，讲话会使较红声，对无？咱著较辛苦一下。总讲一句话啦，就是继续讲台语、写台文啊，写著爱写白话字安尼吼。教育部伫迄个课本内底吼，然后放白话字吼，就做阿弥陀佛的啊啦。无可能啦，无可能，伊哪有可能？迄教育部物件哪有可能放白话字？咱白话字敢若会使靠咱民间的力量尔，对吧？所以咱继续加油啦！好啊，大家敢有要分享的吼？因为咱后个月吼，5月吼是咱特殊台语车帮吼创立的1周年啦吼。就是安尼，因为咱即个1周年吼，咱有要来办一个活动，算讲吼要甲咱所有的甲咱斗房站的遮个好朋友、遮个友情吼，来甲恁说一个多谢。即个活动吼是爱来咱 Twitter Space 线顶吼，车帮风上叫的读册会。叫我都算讲参与啦，算讲正式的参加安尼啦。我来读册安尼。后一回吼，读册会时间吼是5月29，第二遍的读册时间是5月23。阮会个伫所有的即个社群媒体来甲宣传甲放送。安尼啦吼，因为时间吼差不多，遮吼感谢大家吼，今仔日用暗来甲咱斗阵读册。我是阿明啦吼，个一个主持人小嘉吼，共同甲大家说一下多谢感谢，咧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啦吼，咱后一回咱这个线顶再会啦吼，大家安安，大家再会，再会，安安，再会，安安，再会，安安，安安。今仔日的语词：强大症、没收、过程、有利、乱码。